各位街坊大家好，今集一開波問大家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：平日你去買餸，你係中意去濕立立嘅街市，定係行得舒服有冷氣嘆嘅大超市呢？我相信好多人都揀超市，因為大家覺得大集團經營、燈光猛、包裝靚，啲嘢一定乾淨、衛生過街市好多啦，係咪？如果你真心係咁諗，今日呢條片可能會徹底顛覆你嘅觀念。最近我有個做咗10幾年超市理貨員嘅舊街坊，飲茶嗰陣忍唔住同我訴苦。佢話有啲嘢我哋自己做員工㗎，係打死都唔會買，但眼見好多公公婆婆以為執到寶，一車車咁推返屋企俾孫仔孫女食，真係睇見都心狗。原來喺嗰啲光鮮亮麗嘅保鮮紙背後，隱藏住好多你想象唔到嘅古惑嘢。今日我就要同大家揭開超市呢層遮羞布，點名5樣絕對唔好亂買嘅中伏商品。特別係第2樣，好多主婦貪方便買嚟炒餸，點知可能食緊甲醛落肚，嚴重傷肝腎。而第5樣更加係利用大家知慳識儉嘅心理嚟設局，你以為賺咗，其實係幫人清死貨。今日呢條片乾貨滿滿，我會一次過拆解呢啲陷阱，最後仲會教大家3招1眼識破新鮮度嘅秘技。呢一課真係幫你慳錢又保命㗎。首先喺逐個點名之前，先同大家講一個超市慣用嘅心理戰術，就係燈光騙局。大家有冇發現超市肉檔啲豬肉永遠紅卜卜好靚，菜檔啲菜又特別翠綠，但一買返屋企隻色就變到暗啞無光。其實呢個係因為超市用咗特定顏色嘅生鮮燈，照豬肉用紅光，照菜用綠光，照海鮮用藍光。呢個其實係一種視覺欺詐，所以大家揀嘢嘅時候，千祈唔好隻順對眼，最好將舊肉攞去過度嘅白光下面睇真啲，呢個先係佢嘅真面目。好啦，入正題，邊5樣嘢係超市嘅重災區？第一種亦都係最污糟嘅，切好嘅水果拼盤。夏天熱辣辣，好多人都中意買盒切好嘅西瓜、哈密瓜，貪佢方便又解渴。但你有冇諗過，好地地一個生果，點解要切開嚟買？內部員工爆料，呢啲拼盤嘅原材料好大機會係嗰啲爛面、撞凹咗或者發咗霉嘅次貨生果。員工將爛嘅部分切走，剩低肉眼睇落冇事嘅嗰一半就切成拼盤，價錢隨時賣得貴過原本成個生果。你可能會話切走爛嗰邊咪得咯？錯啦！生果一旦發毛，霉菌嘅菌絲，特別係一種叫展青霉素嘅毒素，其實已經滲透到成個生果嘅果肉入邊。呢啲菌絲係肉眼睇唔到㗎，加上切開後冇果皮保護，簡直係細菌嘅培養皿。食落肚，輕則肚痛腹瀉，重則損傷神經系統。建議想食生果，勤力啲買成個返屋企自己切啦。第2種呢樣係重點，大家一定要打醒精神。就係冷凍蝦仁，大家有冇試過買包急凍蝦仁？睇落大大隻，煮完縮水變成蝦米，呢個就係所謂嘅過度包冰。商家為咗呃秤，會喺海鮮表面噴水急凍，層冰厚到似件棉胎。你俾嘅錢一半係買緊水，更恐怖嘅係化學浸泡。為咗令啲蝦仁吸水變大、顏色粉嫩，有黑心商家會用3聚磷酸鈉甚至甲醛嚟浸泡海鮮。甲醛係1級致癌物。如果你買返嚟嘅蝦仁煮完個湯有陣怪味，或者肉質爽得好唔自然，好可能就係中招，攝入過量磷酸鹽，會影響身體對鈣質嘅吸收，導致骨質疏鬆，仲會加重腎臟負擔。你建議買海鮮最好買連殼㗎，或者去信譽好嘅鋪頭，咪貪平買散裝。第3種冬天打邊爐最愛散裝火鍋丸子。一大個凍櫃，幾十款丸子任你夾，幾十蚊1磅。各位，你知唔知你食緊乜？呢類散裝丸有2大死穴。第一，衛生極差，冇獨立包裝，個冰櫃門開開悶悶，人人都用個夾去撩，口水飛沫、灰塵全部跌晒落去，而且你根本唔知佢擺咗幾耐，有冇過期。第2，成分不明，所謂嘅龍蝦丸冇龍蝦，牛丸可能係鴨皮加牛肉香精。呢類丸子，行內人叫澱粉球加添加劑，營養價值極低，但鈉含量同脂肪含量就極高。食幾粒丸等於飲咗半碗油，係建議補翻鑊咁使。係想食丸，去買有牌子、有獨立包裝嘅，起碼有成分表睇，知自己食緊麵粉定係肉，食都食得安心啲。第4種最吸引師奶嘅膠紙捆綁嘅買1送1。
兩盒乳酪黐埋一齊，或者一袋薯仔送一包蒜頭，寫住超值特惠。你心諗，哇，半價喎，即刻掃幾件。慢住，請你冷靜少少，反轉個包裝睇下個保質期先。通常送嘅嗰一件或者兩件都係臨界期食品，即係仲有幾日甚至聽日就過期。你買2大桶牛奶返去，以為賺咗，結果3日都飲唔完，最後過期變壞，又係倒落廁所。仲有一種情況係將一件好嘅捆綁一件爛嘅，例如一袋薯仔中間夾住個發芽嘅，你睇唔到。係建議遇到捆綁銷售，一定要拆開檢查清楚，同埋要理性評估自己嘅食量，食唔晒幾瓶都係貴。第5種，呢一樣好多人都中過招，先加後減嘅假特價同埋縮水通脹。呢個係價格標籤上嘅魔術。你見到黃色標籤寫住原價50蚊，特價29.9蚊，你覺得好抵。但如果你有記性，你可能會發現其實呢件貨平時一直都係賣緊29.9蚊。所謂嘅原價50蚊根本從來冇賣過。呢個喺心理學叫錨定效應，俾個貴價你做參考，等你覺得個現價好抵。仲有一種叫縮水式通脹。你有冇發現某牌子嘅餅乾個包裝袋好似一樣大，但係入邊個膠托盤深咗，啲餅乾薄咗？呢個就係利用大家對價格敏感但對重量唔敏感嘅弱點。建議次，唔好盡信個黃色特價牌，養成睇單位價格嘅習慣，唔好見到特價2個字就失去理智。講咗咁多陷阱，咁我哋作為精明消費者，到底點樣先唔會中伏？最後教大家3招必殺技，包你可以避開99%嘅伏。第一招，睇標籤唔睇大字，包裝正面寫住頂級、天然、兒童專用，全部唔好信。呢啲係廣告詞，直接反轉睇配料表。記住一個原則，配料表越短越好。如果第一位係水或者糖，而唔係食材本身，放低佢。如果有一大堆你讀都讀唔出嘅化學名，放低佢。你係買嘢食，唔係買元素週期表。第二招，摸溫度睇硬度，買凍肉或者急凍嘢一定要用手摸下硬唔硬身。如果個包裝表面有好多冰霜、冰晶或者舊肉撳落去軟腍腍，證明呢件貨曾經溶雪再結冰，溫差變化大，細菌已經滋生，口感亦都會變差。呢類貨幾平都唔好買。第三招，揾隱藏位置。喺超市理貨有個原則叫先進先出，即係話最新鮮、保質期最長嘅貨，通常會擺喺貨架嘅最入邊或者最底層。擺喺最就手、最顯眼嗰啲，通常係快過期噶，想你快啲買走。所以唔好怕麻煩，伸隻手入去揾一揾，往往有好嘢。總結一句，羊毛出喺羊身上。超市開門做生意，講求嘅係利潤。我哋做消費者就要講求智慧，講求健康。水果食成個噶，海鮮食連殼噶，丸子食有包裝噶，特價要睇日期噶。堅守呢幾條底線，你就唔容易俾人當水魚湯。今日分享咗咁多超市嘅秘密，唔知大家平時有冇中過招啦？又或者你有冇發現其他超市嘅古惑招數？歡迎喺留言區爆料，提醒下其他街坊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有用，記住點個讚，同埋分享俾你屋企嗰個成日去超市掃貨嘅媽媽睇，等佢哋都知道呢啲陷阱。關注我，幫你慳錢又健康。我哋下期見。